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很开心你在收听我们这一集单集的节目。其实这个单集呢，我们进行了每个月第3周的单元哦。上个月我们因为我比较忙的关系，所以没有进行单元。这个月呢，我们又回到第3周我的空中音乐教室。在这一集的单元当中呢，我要来跟你分享关于流行音乐的复杂程度这件事情。在今天这一个单集，我为大家准备了2首歌。这2首歌呢，在流行音乐来说都属于很复杂的。我必须先说就是我们大概流行音乐基本上会有一个原则是这样，就是我们通常在做流行创作的时候会希望它不要太复杂。就是最好，以前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前辈会给我们几个准则。第一个，副歌越朗朗上口越好，越可以被记住越好。所以你看很红的歌都是副歌可能很好记的，甚至于整首歌就有好几个记忆点，都让你一下就会记住的。那再来一个就是记忆点不用太多，让大家可以很被洗脑。那你知道吗？其实要写这种记忆点不要太多，或者朗朗上口，然后旋律不要太复杂的歌，容易被记住的歌很难欸。为什么？因为写着很容易就会好像跟别人的歌很像。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会流行某一种 style， 每一个时代就会流行某一种形式这样子。那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因为依循着某些原则，然后大家的创作的状态就会有一点像，然后互相被影响。那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前辈还会跟我们建议说，如果写抒情歌的话，最好呢速度是可以维持在76或78之间。76也就是说跟78跟人的心跳是差不多的速度。就是以节拍器来说，就是速度76、78，那是跟人的心跳的速度是差不多的。他说那样子人的接受度是比较高的。那事实上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其实没有一定其实说真的没有一定，但那就是一些前辈们整理出来的准则。那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算到现在，我们常听到很多流行歌，你到了副歌，你发现它的和弦结构好像会很像，都会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到这里，你好像就知道副歌到一半，然后你就会继续往下接，然后继续有一个循环它到这里，你就知道每一个人到 ending 如果到这里都会知道我要渐慢下来。它就是一个顺降的和弦进行，然后顺行的和弦进行，就会让音乐听起来很容易记住，然后旋律好像也很容易记住。但是流行音乐难道一定都是这样子才会红吗？没有一定没有一定。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就要为你介绍2首非常复杂的歌，而他们的主要复杂的原因是拍子。流行音乐的复杂有好几种，音乐复杂有时候是旋律复杂，有时候是和弦复杂，有时候是拍子复杂，那都会产生不一样的结论跟不一样的效应。那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要为你介绍2首拍子都很乱很复杂的歌曲。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单集在我的粉丝页上面，我也都会有一则讯息，一则留言，一则贴文，然后你可以在底下留你
的心情、你的感觉跟我分享。那当然，你也可以把我的节目分享给不同你喜欢的朋友，然后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那特别强调，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我们版权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2首歌会透过 KKBOX 来插播。那如果你不是 KKBOX 的听众啊，你用的是其他的平台，那我要跟你说声抱歉，因为版权的事情呢，真的很不好触碰。对，那么你可以透过其他的平台，你网络随便搜寻就可以搜寻得到这2首歌。今天我要介绍的2首歌。好，那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呢？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一定听过对不对？孙燕姿刚发第一张专辑《T.O.O》的时候啊，我就吓了一跳。我那时候以为是哪一位创作的台语歌手，还是创作那种独立音乐的歌手，因为他那个 T.O.O 的前奏一出来，还有他的只有一台钢琴，还有他唱的方式，好像独立歌手哦。结果没有，原来他是那个当时也是砸大钱的歌手。那他的《我要的幸福》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受到很大惊吓，因为他的拍子非常的。对大多的人来说，对没有学过音乐的人来说，都很复杂。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拍子是怎么算的？他的拍子是5拍子。你如果没有学过音乐的话，你一定会想说5拍子是怎么回事？或就算是你是学过音乐的人，你也会觉得5拍子其实就是很不好算。5拍子的音乐，如果在音乐的这个历史上，音乐不只是流行音乐，而是在音乐的历史上最有名的，应该是一个爵士乐的曲子叫 Take 5， 它从头到尾就是5拍子，你听过，一定听过，它是长这样，有听过吗？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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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它就是这样计算的。然后从头到尾呢，它就一直噔噔噔噔噔噔，但是很复杂，因为呢，它违反了我们习惯的2拍啊、4拍啊、3拍啊、6拍啊，它是5拍，单一的数字，所以就你看就很难哦。1 2 3 4 5 1 2 3 4 5，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噔噔噔，巴哒哒哒巴滴哒滴。好，我嘴巴边唱手弹，还会觉得有点要掰卡吼。那孙燕姿这首歌呢，我要的幸福，它的基底是5拍子，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好，基底是5拍子，但是它中间还穿插了6拍子，就是如果用它有一套孙燕姿的规则，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规则，就是在每一个小段落的最后一句，它会是6拍子，那其他都是5拍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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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这里哒哒哩1 2 3 4 5 1 2 3 4 5 6。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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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4 5 6这样子，它大概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逻辑。但是就算是这样，对于如果是要来伴奏也好，或者是要当乐队，或者是要来唱，其实唱的人啊，可能就是很习惯不去算拍子。台湾人、华人唱歌常常不算拍子，跟着感觉唱。那如果你这首歌的特色就是你跟着感觉唱，基本上还不至于太难唱。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它的旋律很口语，很流畅。但是如果你要拿来演奏，比如你要弹吉他，你要弹钢琴，或你是乐队，你有时候就会被它的拍子搞乱。这首歌很特别，很难得，就是它其实真相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可是呢，听起来却好像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这算是流行音乐里面很难得的一个，我觉得很高深的作品，然后很难得很高深的作品。我这边说一下啊，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流行音乐里面啊，很复杂的歌很多很多，而且还很红，其实很多。但华语流行歌啊，
太复杂的话，通常都不容易红。越复杂的越不容易红，很少有华语流行歌很复杂的歌，节拍复杂或者是旋律复杂会红的很少，因为这可能跟华人听歌的习惯、唱歌的习惯都很有关系。你看，像欧美国家，像有一首歌叫《Sir Duke》啊，嘟嘟哒哒，叭叭叭叭，嘟嘟嘟嘟，梆梆梆梆，嘟嘟嘟梆梆，这光是这个前奏。你要跟着唱就很复杂，对不对？他还要 Stevie Wonder 还要，这还是几十年前的歌诶 ，Stevie Wonder 还要这样，当巴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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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巴滴哒哒，巴滴嘟嘟嘟，巴滴嘟嘟嘟嘟嘟嘟嘟，巴嘟嘟嘟。好，这里我已经忘记了，这么复杂就歌，人家很红哦。好，所以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我要说的是，在华语流行歌来说，复杂的歌不容易红，但这一首《我要的幸福》。它其实非常复杂，但它很红，而且 KTV 的点播率还非常非常的高。经由我这么跟你一说以后啊，等一下你在听《我要的幸福》这首歌的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开始算哪里是5拍，哪里是6拍，它的前奏就是5拍啦。1 2 3 4 5 1 2 3 4 5，然后但到了每一个小句子要结束的地方，它就会一转成6拍。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我要的幸福》，然后边听你可以唱唱看，不然你可以算算看，因为你跟着唱其实还蛮容易就过去了，你也没觉得那么难。可是如果你算算拍子，你就会头晕，你就会迷宫哦。可以实验看看，感觉一下，那你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了不起，就是它其实真的很难，但是呢，它居然可以让大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这就是创作者了不起的地方。我们来听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听了《我要的幸福》，你刚刚有边跟着算吗？你有算到吗？蛮好玩的一件事，对不对？然后经由这么一介绍啊，你也会觉得哇，对，这歌真的蛮了不起的吧？对，其实我在这一个每个月推出的这个单元其实我的目的并没有要跟你说很多复杂的事情，我没有要让大家知道很多音乐的乐理或者是很那种专业的音乐的事情，而是透过一些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部分，跟你分享一些音乐上有趣的发生。比如是创作的人怎么样创作，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原因跟理由，或者是在编曲上，你可以怎么样多一点听觉上的乐趣，你可以听到编曲们在做些什么事情，听到一些音乐的巧思，然后它其实有一些眉眉角角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要用太难的事情来给大家感受。好。那么听完了我要的幸福以后呢，我们要听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台语歌。我要来介绍这首歌呢，它算是复杂度爆表的一首歌。很多如果现场要演唱乐队要伴奏这首歌都会头很痛。但这首歌也有一个特色，这首歌很难唱，它是需要很大技巧的一首歌，但在旋律上你不至于找不到拍子，也不至于抓不到。它难唱是因为它需要好的技巧、好的音色，然后它又音域蛮高、很宽。然后这首歌呢，一下慢一下快，拍子比刚刚的那一首《我要的幸福》呢更加的复杂。这是一首台语歌，超级经典，黄飞的《堆堆堆》，光是前奏这样，滴滴答答，有没有？它光是前奏就先从慢的开始，然后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重山千里江山我上水还要有口气，而不是这千江水千里哒哒哒哒呆呆的唱，那歌就不会好听了，有没有？千江水千里哒哒哒哒哒哒哒，还要这样子有一点追逐的感觉。万里像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叫。那你听起来好像没有拍子，事实上，我可以证明，陈明章老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前面确实没什么拍子，是我们编曲把它整理出来，
有拍子，但那个拍子不是一拍一拍的，那我们是把它整理成4拍4拍，但你在里面你可以非常自由，那是整理的一个数学的过程哦，它是慢的，然后浪子的传说已经浓烟在，这还是慢的哦，那变快去。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这里都是1 2 3 4 1 2 3 4，对着你的目光，这里又是对着你的1 2 3 4 1 2 2拍，你它一下4拍，一下2拍，但4拍跟2拍基本上还算是小事情，对于唱歌的人来说还是小事情。乐队也还好，就是多一个4/2，你也可以全部都算成2拍没关系。但是呢，它的复杂地方就是它中间还会跑出5拍，跑出3拍。比如说，千江水，千江话，千里山，千里登山我上水的。等等，1 2 3，千江话，好，你自己唱吼，我帮你算。1 2 3 1 2 3 1 2 3 1 2 3，千里江山我上水，这里又变2拍，千里江，所以我们这里干脆算5拍，千里江山我上1 2 3 4 5，有没有很复杂？所以1 2 3 4，这又回到4拍，然后万里求1 2 3，万里烟。万里红松，好，这里很复杂。万里秋，万里烟，1 2 3 1 2 3，万里红松又变成4拍。我想要叫1 2 3 4 1 2 3 4，前面3拍，后面4拍，多复杂啊！所以这个现场乐队啊，演这首歌的时候啊，基本上就是一场挑战，那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是旋律也很顺，旋律超顺。那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唱歌的人你就会觉得很口语化的，一直唱过去，一直唱过去，一直唱过去。那你问我说，大家你一定很想知道啊，唱过去为什么我们不会觉得拍子很乱？因为事实上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它基本上是一句一句的乐句，是口语式的、口语化的唱法，口语化的旋律。那是因为我们要把它整理成音乐，所以就会要有几拍几拍。事实上，很多的民谣或很多的传唱歌谣，那种民谣式的，或者是原住民歌谣，甚至于客语歌，有一些你都会听得到，听起来很口语的歌，其实那个拍子都很不一定，都不是1 2 3 4 1 2 3 4，有时候是1 2 3 1 2 3 4。那就是符合我们身体语言的律动，符合身体语言的律动。所以对这首歌啊，那个比赛的时候还蛮多人比，刚那个我要的幸福都很多人比。那常常会有人唱不好，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好好抓住那个语言的律动，还有旋律的律动，他只有从哪里才开始唱歌呢？演起啦，莫搁遐尼大声对我讲话，然后前面就不知道在唱什么。前面就是对着你的心，对着你，就是上气不接下气，他很需要口气。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无讲理，他需要很多口气，而且是经过把歌词念熟以后才唱得出来的口气。不然你想，光是前面。千江水，千江话，千里旁，千里江山我上水。如果你当作唱卡拉 OK， 你就会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所以不容易，而且它的间奏也是很复杂。我先是3拍，然后再4拍，4拍再3拍。对，好，就是这样了，让你知道一下。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也是拍子极为复杂，但是超级经典，而且唱歌的人可能通常没有发现，都是苦死那些伴奏的乐队老师们的这首歌，就是堆。然后呢，
希望今天的节目你会喜欢。OK， 那最后我们就是来听对对对咯，然后要跟大家说再见。说再见之前呢，要跟更大多的朋友说一声对不起。如果你没有 KKBOX 的话，那就要麻烦你透过 Google 然后去听我介绍这些音乐哦，不好意思。OK， 好，也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来留言给我，那也可以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来欣赏。OK， 那祝福大家一切美好，我们下个单集再见，拜拜。